有緣刷到呢段閒談，實在係日常生活好難得嘅養生心得丸。各位耐下心慢慢睇，往後唔使喺日常調理身體呢件事上面行冤枉路，將藏喺三餐茶入面輕身嘅道理融入生活，少受一身滯重嘅辛苦。唔少人平時同我傾偈，都話自己長期周身取腰腹，一團軟肉，點趕都趕唔走，日日花心機調理，身體反而越來越重，永遠揾唔到根本原因。世上大部分人長期困喺人云亦云嘅調理誤區，跟住其他人嘅方法，日日堅持，到頭嚟反而同輕鬆舒暢嘅初衷背道而馳，白白浪費心力。平時行出街，隨時聽到鄰居同事互相分享養生小秘方，10個人有7、8個保溫杯入面長期浸住紅豆薏米，好似呢兩樣食材係人人都啱飲嘅日常飲品。辦公室茶水間、屋企廚房台面、出門隨身帶嘅水杯，幾乎隨處都見到呢款茶，大家口耳相傳，淨係話長期飲可以舒緩周身沉重，卻好少人靜心分辨自己當下嘅生活狀態，適唔適合長期飲偏涼嘅食材。好多人只係跟風模仿，人哋飲自己就跟住煮，完全忽略每個人平時飲食作息、身體感覺都唔一樣，適合人哋嘅日常茶未必適合自己長期飲用。坊間流傳最廣嘅祛濕茶就係紅豆配薏米滾水，無數人將佢當成化解周身瘀滯嘅良方，成日放喺水狗度，朝早一杯，晏至續飲，從來唔間斷。但今日講句真心閒話，紅豆同薏米從來都唔算化解周身滯重嘅首選食材。對於大部分體質偏寒、體內元氣唔足嘅人，長期飲用反而會損耗體內溫暖嘅底氣，徒增一身淤塞。紅豆質地密實，落肚之後好難俾腸胃慢慢消化，長期積喺肚入面反而加重淤塞。薏米性質偏涼，成日飲會慢慢消磨空腹之間少少負責運化嘅暖氣。好多人身上嘅滯重本來就係平時中意痛嘢，諗太多空腹暖氣唔夠先出現，再日日灌涼茶落肚，等同本來就好微弱嘅一團暖火，不斷供冷水，體內運化嘅力氣越來越弱，周身淤滯自然化解唔到，反而一層層堆積。世間萬事萬物都講求順勢而為，周身淤滯亦都同一道理，唔好淨係顧住向外排走水分，更要顧好體內運作嘅根本。我哋不妨將周身流動嘅津液比喻成屋企儲存嘅清水，如果間屋唔見陽光，空氣停滯唔流通，清水放耐咗就會生出淤泥積，係角落。如果淨係一味將水舀走，卻唔推開窗引入陽光，間屋依舊陰寒潮濕，新嘅淤泥只會不斷生出人體。亦都一樣，周身津液停滯變成淤毒，根源唔係水分太多，而係空腹嗰股負責溫暖推動流動嘅力氣唔夠，冇辦法帶動津液順暢走動，先會淤塞各處。只顧住向外排，唔去保養體內暖氣，淤毒就會反覆出現。點樣調理都只係治標唔治本，白白浪費心神。好多人分唔清四季天氣對自身狀態嘅影響，春夏多雨潮濕，空氣滿係水氣，長期留喺潮濕嘅房間，落雨出街唔及時抹乾衫，外界嘅濕涼之氣好容易黐喺皮膚表面。秋冬氣溫轉低，家家戶戶牆開冷氣地暖，室內室外溫差好大，入出冷熱交替，皮膚底下嘅循環好容易變慢。內外兩重影響之下，周身沉重嘅感覺會特別明顯。唔少人只識得從飲食入手，卻忽略周圍環境帶來嘅持續影響。一邊飲涼茶，一邊長期留喺陰寒潮濕嘅空間，兩邊都消耗自身，自然好難感受到身體輕鬆嘅改變。屋企生活不妨多啲打開窗通風，天陽光猛就曬被褥衫，屋企角落擺啲吸濕物件，減少環境入面嘅濕涼氣息。
由外在環境減輕身體負擔，呢個係好多人調理時容易忽略嘅細微小事。不妨各位靜心諗下自己平時一啲細微唔舒服嘅感覺，全部都係瘀酮堆積嘅信號，只係平時太忙，成日忽略身體發出嘅提示。每日朝早醒過嚟頭暈暈好重，好似頭頂裹住一塊浸滿水嘅厚布，睇嘢都覺得沉重好耐先可以精神返。洗臉照鏡，舌頭厚大主朋，邊緣滿布深淺不一嘅刺痕。飲水食嘢都覺得口入面黏糊糊唔清爽，去廁所更成界，排泄物黐實刺逼，沖好多次都沖唔乾淨。呢個係周身津液淤塞最直觀嘅表現。去到下晝，雙腳小腿慢慢發膨緊，平時岩着嘅鞋碰，呢陣就會覺得逼腳，行幾步路就覺得雙腿沉重。平時三餐食得好清淡克制，從來唔暴飲暴食，腰腹嘅貨嘅肉卻一層層生出，無論節食定係慢步都好難趕走一團軟肉。成日皮膚黏科潮濕，沖完涼都唔會有清爽感，日日昏昏沉沉，想瞓日間提唔起精神，坐低做嘢一陣就眼瞓做嘢，反應遲鈍，心神疏散，日復一日。呢種疲倦損耗嘅唔單止係外形體態，更係全日嘅精神氣。長期坐辦公室嘅上班族，呢種感覺會比普通人更強烈。朝九晚五坐喺工位，一坐就7、8個鐘，雙腳長期唔喐，血液循環變慢，去到黃昏雙腿發痛，成身沉重嘅感覺會加倍再加工位。成日擺凍咖啡、雪櫃奶茶，一日三餐成日點生冷沙律、外賣，好多唔好嘅習慣搭埋一齊，周身滯重嘅感覺只會一日比一日嚴重。唔少上班族想靠節食減腰腹軟肉，少食主食，淨係食凍沙律，反而進一步損耗胸腹暖氣，愈緊愈重，陷入惡性循環。但各位唔好以為周身瘀酮堆積，只係身形喘掹、精神差咁簡單。瘀絡長期滯留體內，會慢慢打亂周身血液流動，令日常生活諸多阻就，日日受沉重折磨，心情亦都跟住鬱結，形成身體同心靈互相拖累嘅循環。呢度同各位講句真心說話，文章分享所有日常茶、舒展動作，只係普通人屋企舒緩身體感覺嘅生活小習慣，淨係作為日常參考，唔可以取代專業醫護指導。如果身體長期有明顯唔適，建議及時揾專業人士幫忙，理性看待日常保養，唔好盲目，淨係依賴單一食材同動作淤血長期散唔開，會跟住體質變化出現唔同狀態。平時中意凍嘢、生冷食物，瘀托就會裹住寒氣滯留體內；平時中意重油重辣作息燥熱，瘀托就會夾住燥氣即係空腹，瘀托塞住周身經絡，血液流動唔順，四肢成日酸行沉重，瘀酮堆喺胸腹之間，消化運化變慢，成日肚餓食少少都滯，瘀酮蒙蔽心神，思維混亂遲鈍，遇到事好難理清頭數，成日頭昏腦懵。呢啲細微唔舒服，一開始只係輕微感覺，如果長期唔理，任由瘀酮日日堆積，身體元氣越來越弱，平時行路做嘢都格外吃力，等到各種唔舒服全部出晒嚟先至調理，就要花多幾倍心力。不如及早察覺細微信號，日茶動作起居慢慢調和。睇到呢度嘅全部都係真心想調理自身、擺脫周身沉重嘅朋友。我多年閒談積落嘅細微保養方法，自然毫無保留慢慢講，全部都係街頭巷尾隨便買到嘅普通食材。堅持一段時間就可以清晰感受到身體越來越輕鬆。不妨先喺評論區留低瘀糖散盡、身輕心安呢幾個字，一方面係心底嘅少少願望，亦都希望呢篇講輕身保養嘅閒談可以推送到更多長期周身沉重、受瘀糖困擾嘅朋友。文字傳遞日常安康，
亦都係一件積善嘅小事。各位寫低呢句說話嗰陣，心底生出想輕鬆舒暢嘅願望，就係收返散亂嘅心神，本來滯久嘅體內氣力，亦都會慢慢變得平和順暢，心境安穩保養。呢件事就先成功一半見。各位願意靜心接受呢份生活心得，我由頭到尾逐樣拆解。先講點解紅豆薏米茶唔可以徹底化解瘀痛，再講真正能夠保養體內化解瘀痛嘅日常茶，搭配唔使一分錢嘅舒展動作，兩樣一齊做，調和周身淤塞嘅效果會事半功倍。人體入面空腹負責運化嘅氣力，好比屋企儲水嘅提味，亦都好似抽走積水嘅水泵。周身津液可唔可以順暢流動，全靠呢股氣力支撐。平時街頭隨處可見凍飲，雪藏生果、生冷小菜，一口凍嘢落肚，等同運作緊嘅熱水泵突然窮一盆冷水，運轉嘅力氣即刻停滯，津液冇辦法及時疏導，滯留各處變成瘀痛。再加現代人成日諗太多，心入面農事堆積，心神長期耗散，空腹運化嘅氣力跟住變弱，津液失去流動嘅動力，一點一滴停滯堆積，慢慢變成周身各處嘅滯重瘀項。好多人仲有一個好容易忽略嘅小習慣，就係瞓前飲大量水，或者半夜起身飲凍水。夜晚本來係身體休息放鬆嘅時間，空腹運化嘅氣力會變得平緩，瞓前灌大量凍水落肚，水分冇辦法及時疏導，成晚積喺體內。第二日朝早頭重面柱，雙腿發噴嘅感覺會特別明顯。如果半夜不妨提前半個鐘，小口慢飲溫白開水，唔好一次過猛灌，減少夜晚水分積滯帶來嘅沉重感。呢件細微小事，長期堅持都可以減輕唔少身體負擔。換個淺白嘅屋企比喻，周身淤耗，好似洗唔乾淨嘅抹布，浸滿水擺喺角落，只係一味濃乾水分，抹布依舊潮濕，唯有擺喺通風曬到太陽嘅地方，靠陽光同風慢慢蒸發水分，先可以貼底乾爽。人體保養亦都同一道理。化解瘀痛最緊要嘅唔係單純向外排走水分，而係保養空腹溫暖嘅氣力，補足周身流動嘅底氣，令停滯嘅死水變成流動活水，瘀綠自然冇地方停留。唔少人為咗舒緩周身沉重，中意拔罐桑拿焗汗，花時間花心力，效果卻好。輕微拔罐只可以舒緩皮膚表面輕微瘀動，體內空腹淤塞嘅根源冇調理，唔夠一日，周身沉重嘅感覺又會翻晒嚟。桑拿大量出汗，短暫令皮膚通透，但大汗過後體內津液氣力損耗，出門吹風受痛，寒氣趁虛而入，瘀綠反而鎖係身體深處，得不償失。只治標唔治本嘅方法，永遠好難長期見效。如果中意溫熱放鬆嘅方式，不如喺屋企用40度左右溫水浸腳15分鐘，水入面放2-3片生薑，水溫唔好太高，浸到小腿微微發熱就得，唔使出大汗，溫和舒緩皮膚底下循環，唔會過度損耗自身氣力。屋企做亦都更加穩妥。而家分享一套唔使花1分錢，隨時隨地做到嘅舒展動作，每日朝早或者瞓前抽一段時間練，長期堅持可以震動疏通雙腿經絡，冚醒停滯嘅血液流動。搭配之後嘅茶，舒緩瘀痛嘅效果會倍增。呢套舒展動作冇繁雜招式動作，簡單易明，任何人都可以上手練。第一步，自然企穩，雙腳分開同肩一樣，全身完全放鬆，肩膀下沉，腰脊唔好刻意橫直，四肢鬆弛，放低心入面所有流事，只專注感受自己身體。第二步，慢慢抬起後腳跟，全身重心落喺前腳掌，跟住腳跟用力向下踏落地，令成個身體產生均勻震動嘅感覺，由腳底蔓延到雙腿、腰腹、肩背，遍及全身每個地方。
第三步，腳跟踏落震動嗰陣，雙手大幅度前後擺動，心入面想像黐係四肢腰腹各處嘅淤托沉重，跟住擺動震動，慢慢離開身體。整套動作練習嗰陣，配合自然呼吸，抬腳嗰陣吸氣，腳跟大力踏落嗰陣，口慢慢呼走吐氣，想像空腹堆積嘅淤托，跟住震動一點一點震散化開，唔再塞住經絡。每日朝早練半個鐘，或者夜晚瞓前練半個鐘，長期堅持，震動會慢慢疏通雙腿負責運化嘅經絡，行醒長期停滯嘅血液流動。練完之後，身體會出一層黏黏細微嘅熱汗，呢個就係黐係皮膚表面嘅淤殼，跟住汗水向外散走嘅跡象。如果屋企長輩雙腳唔方便，唔可以長時間企住跺腳，亦都可以簡化呢套動作，坐喺穩固嘅椅度，雙腳輪流，踮起腳尖再放低，雙手同步前後擺，動作幅度放慢，時間減半，一樣可以溫和但當傷。腿循環，唔好勉強自己做全套動作保養，貴在適合自身狀態，唔好強求統一標準。學生坐辦公室嘅上班族午休空隙都可以做3-5分鐘簡單踮腳動作，舒緩久坐帶來嘅雙腿僵緊。零碎時間慢慢累積，耐咗都可以感受到身體輕鬆嘅轉變。唔少初次練呢套震動舒展動作嘅朋友，練幾日就會有疑問，小腿酸軟，去廁所次數變多，講變質地比平時稀軟，心入面驚慌，以為動作整傷身體，其實完全相反。呢個係周身經絡疏通淤血向外排走嘅正面信號。小腿酸軟代表呢度長期淤塞經絡，係震動之下慢慢舒展，打通血液重新通行。酸軟感維持幾日就會慢慢消散。去廁所次數變多，嗰邊偏稀，係空腹堆積多年嘅淤毒，順住腸道向外排出體內淤塞嘅通道慢慢暢通，係保養之後身體舒緩嘅明顯跡象，唔使擔心，安心堅持就得。成日有朋友同我傾偈，長期飲紅豆薏米茶都唔見身體輕鬆，質疑普通食材點樣調理堆積多年嘅周身淤綠。呢度要分清兩件事，保養從來唔睇食材貴唔貴，只睇適唔適合自己體內狀態。長期飲偏涼嘅薏米紅豆，只識得排走水分，卻損耗空腹暖氣，好似打仗損耗自己根基，淤托反覆生出。而跟住落嚟講嘅保養食材，核心係守好空腹運化嘅根本，補足體內溫暖底氣。好似為停滯嘅水泵加柴生火，由根源減少淤托反覆堆積嘅情況揀。茯苓亦都有唔少禁門，好多人買返去滾水飲冇味，身體感覺唔明顯，多數係揀咗夾雜碎料、硫磺燻製過重嘅貨。揀白茯苓優先，揀完整原色茯苓，顏色係柔和米白色，冇刺鼻酸味、硫磺味。用手輕掰質地講實，內部紋理細緻，唔好探平買碎末茯苓碎料，經過多重加工，溫和疏通嘅特質會大打折扣。評價食材揀對品質，先可以發揮日常保養嘅作用，唔使追求昂貴精品，只揀天然，冇額外喺加工嘅原生茯苓就得。我曾經識一位長期受周身淤托困擾嘅朋友，40幾歲長期做戶外勞動，平時貪方便，日日帶保溫，揼裝滿紅豆薏米水，連續飲足1年。初見佢嗰陣，成個人浮柱，腰腹高高隆起，彎腰窮，鞋帶都好吃力，成日昏沉無力，去廁所排泄物永遠黐馬桶，雙腳每日黃昏就發生處大。心入面驚慌，以為自己生咗難醫嘅病，成日鬱鬱寡歡。傾偈嗰陣，我同佢講，長期飲涼茶，空腹暖氣不斷被消磨，運化嘅力氣越來越弱，淤托只會越積越多，唔係保養身體，反而不斷為空腹加上一層層寒氣枷鎖。我勸佢徹底停飲紅豆薏米茶，每日早晚堅持呢套震動舒展動作，再每日滾溫
和保養體內化解喺係糖嘅食材茶，唔使食昂貴補品，淨係靠身邊普通食材慢慢調理。一開始佢半信半疑，呢種隨街都買到嘅平價食材，點解會比流傳多年嘅去濕茶有效？但周身沉重嘅痛苦日日煎熬，冇其他方法，唯有跟住呢套方法日日做，只係堅持3日就主動揾我傾偈，講身體肉眼可見嘅轉變，每日排出嘅尿液變得清澈，往日蘆松腥黏嘅氣味減少大半，朝早去廁所糠便成形，唔再黐實瓷壁，一沖就乾淨。最直觀嘅改變就係腰腹，往日窮緊隆起嘅軟肉慢慢鬆軟下陷，腰帶可以入2格，周身沉重感減少好多，行路雙腳唔再發蹬掹緊，全日精神舒暢，唔再成日眼瞓。呢度都要講明，每個人作息體質唔一樣，感受到轉變嘅速度有快有慢，唔好強求3日就有好大效果。放平心態，循序漸進先係長遠之道。呢啲細微嘅轉變，根源就係唔再一味向外排走瘀糖，轉而保養胸腹溫暖嘅氣力，周身津液可以順暢流動，瘀糖失去堆積嘅條件，自然慢慢向外散走。呢種溫和嘅日常保養方法，唔會強行損耗自身根基，只調和身體內在流動，一步步化解瘀寒，係適合絕大部分普通人嘅輕身方法。除咗日常舒展動作同溫元茶，仲要由日常起居、飲食、心境入手，切斷瘀糖生出嘅源頭，3樣保養一齊做，先可以長期維持身輕心安嘅狀態。第一樣最緊要，盡量遠離所有凍嘢凍飲，冰水、凍酒、雪藏生冷小菜都要少碰。甚至唔好食空腹負責運化嘅氣力、中意溫和嘅食物，每一口凍嘢落肚都會短暫阻礙血液流動，日積月累，寒氣一層層堆積，體內暖氣持續損耗，瘀綠就會不斷生出。平時飲水淨係飲溫白開水，溫潤落肚，保養胸腹氣力，由根源減少瘀糖產生。好多人夏天燥熱頂唔順，總忍不住食同西瓜，飲同汽水。如果真係想食生果，可以提前半個鐘由雪櫃拎出放至常溫先食，盡量減少同氣刺激，唔使完全唔食生果，只係避開雪藏狀態，溫和兼顧口腹之痛同身體感受。第二樣，日常多漫步舒展，切忌劇烈透支式運動，自古就有輕鬆活動可以生體內暖氣嘅道理。每日3餐過後慢走3-5千步，令身體出一層薄薄細微熱汗，靠自然血液流動慢慢化走表層瘀糖，溫和唔傷體內。千祈唔好密閉換凍室做高強度運動，大汗淋漓過後，體內津液氣力大量損耗運動員，毛孔張開，凍風寒氣侵入皮膚，瘀糖反而所係，身體深處得不償失。得閒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喺屋企花園、小區步道慢走，黃昏陽光柔和，空氣溫潤。行路嗰陣放空諗頭，一邊舒展身體，一邊平復心情，一舉兩得。第3樣，放寬心境，減少無謂諗太多。憂思最容易損耗胸腹運化氣力，成日諗未發生嘅農事稿結，過耗嘅煩惱，心神長期疏散，胸腹運作跟住僵硬停滯，津液冇辦法順暢流動，瘀糖自然堆積。世事自有喜樂，唔好樣樣嘢捉實心，入面反覆琢磨，放鬆心情，心境安穩平和，胸腹運化嘅氣力先可以穩定充足，周身津液自然順暢流通，減少瘀糖生出。夜晚瞓前半個鐘放低手機，唔好刷繁雜資訊，唔好糾結工作農事，靜坐一陣或者聽柔和輕音樂，令心神慢慢安定。安穩睡眠亦都係保養胸腹暖氣唔可缺少嘅一環。長期捱夜深夜諗太多，再好嘅茶同動作都抵唔住心神耗散帶來嘅身體沉重。屋企平時都可以準備生鋼，朝早切2薄片沖溫水飲。生鋼性質溫潤，
可以慢慢散咗胸腹藏住嘅寒氣，疏通滯拗經絡，好似為胸腹裝咗一個小型暖爐。每日朝早一杯，長期堅持體內暖氣，愈來愈充足於托，好難滯留。唔中意生講辛辣味嘅朋友，可以揀到一片或者加2粒紅棗，中和辣味。唔好勉強自己接受濃烈口感，味道適合自己先可以長期堅持。而家詳細講真正算得上化解瘀毒首選嘅普通食材，街頭藥鋪隨便買到，價錢平實，人人都負擔得起，就係白茯苓。好多人自己買茯苓滾水飲，好耐都唔見身體輕鬆，根源唔係食材冇用，而係滾煮方法唔正確。茯苓質地厚實堅硬，直接清水滾，入面溫和疏通嘅特質好難釋放出嚟，自然效果唔明顯。我分享一套自用多年嘅茯苓茶古法，滾煮方法，揀質地純正嘅白茯苓，先用常溫清水浸2個鐘，令茯苓內部質地充分軟化，再加3片生薑、2粒紅棗一齊落鑊滾。生薑補足胸腹溫暖底氣，紅棗溫潤滋養氣血，守住胸腹運化嘅根本。茯苓慢慢疏導周身停滯嘅瘀毒，3樣一齊搭配，各司其職，互不衝突。所有食材落鑊滾開之後，轉細火慢煮40分鐘，每日朝早空肚飲1大碗，連續堅持3日，就可以清晰感受到身體嘅轉變。尿液擺脫往日混濁黏膜，變得清澈通透，去廁所順暢，糞便成形唔黐馬桶，腰腹長期糞滿嘅軟肉慢慢平復，周身沉重感逐步減少。茶每日適量飲就得，唔好一次過猛灌。食寶貴在溫和適度，飲太多反而會為腸胃加重負擔。呢款茶嘅好處唔係強行排走水分，而係先補足胸腹運化嘅氣力，令停滯唔喐嘅死水重新流動，瘀毒跟住血液自然向外散走，全程溫和保養體內，唔會損耗自身根本。呢個先係長遠調和周身瘀毒嘅穩妥方法。而家將整套完整保養流程整理清楚，條理分明，方便各位平時記住，跟住做4件小事一齊堅持，大部分周身瘀毒帶來嘅困擾就可以慢慢化解。第一，每日朝早瞓前各練半個鐘，震動舒展動作，震動疏通雙腿經絡，震散周身瘀毒。第二，浸軟之後嘅白茯苓配生紅棗萬群成茶，朝早空肚飲，溫潤保養體內，疏導瘀毒。第三，平時盡量戒絕所有痛生冷飲，守好胸腹運化嘅根本氣力。第四，放寬心嘅減少，無謂過度思慮，唔好令憂思損耗胸腹機能。如果可以日日堅持呢4件小事，唔使靠昂貴補品、複雜儀器，淨係靠平時一點點細微調整，就可以慢慢擺脫周身沉重、腰腹過肉、抗便黐馬桶各種煩惱，翻身輕氣爽嘅日常狀態。保養呢件事從來唔睇使咗幾多錢，而係願唔願意持之以恆，察覺身體細微嘅信號，願意為咗健康調整日常習慣。唔少人睇完呢篇閒談，心入面認同當中道理，轉頭依然凍飲不離手，重油生冷食物照樣食，放任寒氣多思持續損耗體內氣力，咁樣等同任由瘀寒反覆堆積，再好嘅保養方法都發揮唔到作用。日常保養從來唔係短期任務，而係融入3餐、作息、行路入面嘅長遠習慣。3日打魚2日曬網好難感受到身體持續輕鬆嘅轉變。如果睇完之後心底已經下定決心，想徹底擺脫周身瘀毒帶來嘅沉重折磨，不妨喺評論區留低自己身處嘅城市，再加一句心底願望，例如蘇州願日日身輕無瘀毒，或者成都調理自一身常得清爽。寫低字句嗰一刻，就係心底同健康訂低一個約定，收翻散亂嘅心神，堅持保養嘅心意。我會細心睇每一位願意善待自己身體嘅朋友留言，
為每一份愛惜自己嘅心意送上祝福。人體係行走世間唯一嘅依靠，周身氣力充足，身心清爽，先可以從容面對日常各樣事。千祈唔好等到周身瘀痛堆積深重，各種唔舒服全部浮晒出嚟，先後悔往日唔肯留心保養。世間所有身心舒暢，都藏係日復一日嘅細微。日常入面一杯溫潤茶，一套簡單舒展動作，一份平和放鬆嘅心境，長期堅持就可以慢慢褪去周身沉重，日日活得輕鬆自在。得閒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跟住呢套溫和保養方法做，一家人三餐食溫熱，作息平和，互相提醒小瞳人多舒展行路，彼此監督之下更容易長期堅持，全家都可以擁有輕鬆舒暢嘅日常狀態。閒談到呢度，只願每一位睇到呢度嘅朋友都可以慢慢散走周身瘀痛，守住一身溫暖正氣，三餐溫潤，心境安穩，行路輕盈，日日都係清爽自在嘅光景，係保養身體。呢條路上一齊守住平和安康，慢慢修煉，細心善待自己。